育部宣布讲，校园反霸凌专线的电话号码改做1953，因为高中已经取消做早自修了，即嘛较歹找时间来宣传哦。教育部是希望讲学校会当甲相关的教育加入课程内底。30个大人坐伫学生的椅道顶悬，手掌向头前点出去，表示反霸凌的决心。1953反霸凌专线电话正式启用。为30开始，教育部反霸凌专线电话改做1953，因为过去的电话号码伤长、伤歹记。0800、200、885蛮长的哈，我们把它简化成为1953专线的电话。其中呢，53呢代表的是友善的一个谐音哈。打造友善校园袂等直，根据儿童福利联盟近2档的调查，国小4到6年的囡仔当中，有66%表示捌参霸凌事件牵头做伙，其中有2成讲因是霸凌的受害者。那近年来，其实网络霸凌越来越严重，大概也有1/5的孩子说他们都被网络霸凌过，所以可见这个比例是相当的高。30嘛是开学的日子，根据教育部上新的规定，高中除了1礼拜1届的调会，袂使强迫学生参加早自习。不过嘛有学校烦恼，头1礼拜是友善校园周，反霸凌等等的活动就无法度伫早起时举办。可以透过学校正式的课程，当然也可以透过一些非正式的课程办活动的部分，采用融入式的方式来进行这个相关的一个活动的宣导。教育部处长林廷高表示，期待学校会使发挥创意，用多元的方式宣导友善校园的概念。记者林书豪、小桂林台北报道。